你要讲文化国佬台湾联侨，文化国是1967年的时间，土流去写200座题材的小说，有一摆展现到土流勇猛安样的精神啦。因为200台湾文水台的经济的题材啦，伊写出来国民党起义忠义去礼拜冇偷偷写的，伊马上就发表啦。当然，佢肯定用日本法来写啦，对佢较方便啦。佢就请钟绍军翻译。钟绍军看到歌哎呦，当佩服黄土流因为钟绍军佢咪认为200的题材系台湾作家唔写死佢是唔会感染作品啦。不过钟绍军去试下真感谢。不过钟绍军佢肯定讲伊翻译啦，韩国老黄土流的台湾文艺安样的插字两沙合作啦，两沙全部真了不起啦，像爱变写了黄土流本钟绍军的信啦，就咧看出来啦，底部有写到台湾文言名其实是钟绍军建议的啦。黄土流原来上的名是抢英文艺，文化国最后一个台湾文艺定出来，国民党冇去做，可能台湾文艺冇满因可能用办啦。不过印出来，单行本印出来，一下子本国民党插进去啦。你印书的人就是个林柏出版社的条价，有名的林福义，伊讲军曹表面阮来就加福下，一家军人不抗拒那等从的是跳到加福下来，老嘅书办走啦。林福义讲哎呦吓死人奇怪翻译的钟绍军写的黄土流国民党冇去捉佢掉啦，奇怪。台湾联侨本书是1975年黄土流写的啦，第二年1976年黄土流是过身的。第一中间台湾文艺有连载8种，去歌那本钟绍军的直接讲，钟先生，后来的9种到14种等下死以后10年20年这样就在发表。钟绍军哎呦又系200的题材啦，做小说啦，又吓一下啦佢亲讲将蠢的歌唔知哪边讲真好啦。国民党捉到咪系问题啦，国民党歌那做伊有唱对不起黄土流啦，黄土流总从交代嘛个事情俺笑笑讲哎呦钟先生恐吓去翻译世界还有情感面的事情啦，咪钟楼钟绍军伊情有信用啦，就会讲佢翻译以前佢个台来的啦，中烟好啦，12年以后差不过去。钟绍军当然是挺艰苦呢，就这里佢还系有信用翻译黄土流教台嘅语言，将翻译出来，拄好10年啦。